第三届来敬拜伊，虽望外口天气寒冷，但是求主上帝，互咱有一颗火热的心来敬拜伊。这时咱要来锻炼咱今早起要念的2首圣诗。第一首是圣诗第18首，圣诗第18首，我心俄勒上帝。我心俄勒上帝，自然永活的骂，天地万物三角应声，俄勒伊大尊名。树木苍黄水泉，强冲大海关山，显明伊大权能，阳光仁爱公义昭彰。咱用俄勒的心，咱三个来念第一节。我心俄勒上帝，自然永活的骂，天地万物三角应声，俄勒伊大尊名，树木苍黄水泉，强冲大海关山，显明伊大权能，来公义。咱来念第2节。我心俄勒上帝，世间情人的骂，空中会照阴时出声，俄勒伊大尊名，溪水草木青翠，百花对枝叶水，伊光照来凉风吹来，天大。咱来念第3节，我心俄勒上帝，我心俄勒上帝，天的本对之地，虽然海带暂时穷尽，伊温柔的心，心高力高的酒，那真的天之佑，你的高贵合最之的，应归伫上帝。愿应当归伫上帝。虽望歹代暂时唱行，虽望武汉肺炎一直咧伫咱生活当中影响着咱，但是公义稳当得胜，只要咱愿意来跟对主，合主的旨意就会当赢过这一切。煞接咱来念第2首圣诗373首，圣诗373首，救主耶稣我日子，永远要对我主，愿你常常伴我主至好朋友，救主若踮我心里，甲歹交战稳赢，救主带我来进前，正路稳当会行。愿咱立志来跟对咱的救主耶稣。咱来念第1节。救主耶稣我日子，永远要对我主，愿你常常伴我主至好朋友，救主若踮我心里，甲歹交战稳赢，救主带我来进前，正路稳当。咱第1节搁一遍。救主耶稣我日子，永远要对我主，愿你常常伴我主至好朋友，救主若踮我心里，甲歹交战稳赢，救主带我来进前。咱用基督的心来念第3节甲第4节。救主你有永
这星期尾，阮感谢你，阮最好的朋友就是你，求你来引带带领阮，互阮会当直直来跟对你，互阮会当看到主你的脚领，互阮会当勇敢来跑走阮头前的路程。求主你的圣神也带领阮，互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会当来立志，要永远来跟对主你。求主你的圣神也引带阮，带领阮，阮将下面敬拜时间仰望摆咧伫主你面前。求主你引带带领，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圣名求，阿门。大观音的囝啊，恁就将阳光气力归乎耶和华，
归乎耶和华，又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乎伊，用圣洁的状态敬拜耶和华。请咱大家来念圣诗第18首《我心活络上帝》，请起立。请大家有缘徛伫，用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愿你天意的爸，愿你的名为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执行，真对恁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行的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子，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我愿灵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接续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哪一日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啊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认信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谢谢。启应文教读，启应文是第9篇，诗篇24篇，是咱的圣诗1011篇。地甲地上的万物拢属上主。世界甲建伫遐的大意，嘛拢属伊。伊甲地放伫大海的顶面。将地伊的深海。啥人会当上上主的山？啥人会当入伊的圣殿？就是手清气、心纯洁。无拜偶像，无随便就传人。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上帝的心对伊，传看伊
即款人祈求上主。城门啊，就拍开。一声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甚物人？一声，伊是百战百胜的上主。城门啊，就拍开。一声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甚物人？一声，伊是荣耀的君王。请咱大家三角拗头来祈祷。至圣至尊，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甲保守，互台湾伫过去艰难的一年平安度过。感谢你的恩赐，互阮伫新年头的主日来到圣殿敬拜俄罗斯。慈悲疼痛的主啊！感谢你经选阮成做基督徒，阮是无完全的人，惊得容易犯错，心心软弱，受到罪引诱，需要你常常帮赞甲扶持，互阮伫言行举止事正谦卑顺服主，跟主脚步来行。求你也赦免阮时常忽略主伫阮身上的呼召。有时过度看重这世界荣华富贵，亏欠你的荣耀，求你赐阮智慧来看待阮一生的年月。深信你差遣阮是要进入这世间，分享耶稣基督的救赎，播扬救主的福音。主啊，求你引带阮的灵命，会当不断的更新，突破一切的困境，伫你内面成做新造的人。伫信仰的道路，专心按着主所应允，永远往国度跑走，尽心尽性尽力听主听人。现今全世界犹原伫武汉肺炎病毒的侵害中，造成侪人的死失甲灾祸。求主人民施恩，互这疫情早日的消除，互各国的人民恢复正常的生活，继续使互台湾维持良好的防疫措施，人民会当安居乐业。阮也为着所有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学校、圣经公会甲其他的机构代祷，伫这严重疫情造成的逆境中，会当安稳徛在无忧喘，顺利推动各种圣工来荣耀主利益人。教会内兄弟身心灵欠安的，求主医治因。互因紧紧恢复健康，会当来圣殿甲阮同心敬拜主。今主日会当来圣殿敬拜的，无论是出外也是其他的缘故，求主看顾赐福因。恳求圣神即时降临，带领阮的敬拜。通过你的牧者的正人牧师，回听主的信息，加添阮灵性的美良甲信仰的快乐。伫这新的一年，求主也赏赐阮南门教会正会友的家庭平安喜乐，愿阮虔诚的敬拜得到主的降纳甲欢喜。感谢祈祷，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赞美，咱要请圣歌队。
因要献的诗是请各对我出声吟诗。Show me the way.
真多谢信歌队用真水的歌声来娱乐咱的天父上帝，恭读上帝的话，以撒母耳记下第12章第15节尾到第25节，伫咱的旧约圣经340面，撒母耳记下第12章第15节到第25节。耶和华拍乌利亚的某，甲大卫所生的婴仔，伊就破病真伤重。大卫就为着迄个囝祈祷上帝。大卫搁禁食入内面，同眠倒伫地里。伊家中遐个老人起来到伊的身边，要扶伊对地里起来，总是伊毋肯，也无要甲面相甲食。到第7日，囡仔死，大卫的人神毋敢甲伊讲囡仔死了，因为因讲囡仔还活地的时，咱劝伊上请毋听咱的话，若甲伊讲囡仔死，伊伤心要到怎样？大卫看见伊的人神自母自处咧讲，大卫就知囡仔已经死。大卫就问伊的人神讲：“囡仔死了吗？”因讲死了。第20节，大卫就对地里起来，洗身躯、抹油、换衫，入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倒去伊的厝。伊吩咐人摆米伫伊的面前，伊就食。人神问伊讲：“你所行的是怎样？”囡仔活地的时，你禁食天告；囡仔死，你反倒起来食。大卫讲：囡仔还活地，我禁食天告，因为我拍算讲，检查耶和华怜悯我，互囡仔活地也敢。囡仔已经死，我禁食要啥事？我减袂互伊倒转来嘛？我要去伊遐，伊袂来我遮。大卫安慰伊的某拔示巴，入去甲伊同房，伊就生囝，就甲伊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会听伊，就托先知拿单甲伊号名叫亚底底亚，因为耶和华听伊，愿上帝祝福听伊话过行的人。咱要请咱圣灵公会总干事陈正仁牧师来甲咱讲道，题目是改变。咱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宝贝上帝，阮感谢你，因为阮伫主你有福气会当来敬拜你。但阮恳求主你赏赐阮每一个人，拢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也赏赐阮属灵的智慧，开阮的心门，互阮会当明白。阮来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弟兄师以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真欢喜会当到伫咱南门教会参加来敬拜上帝。我伫20几年前的时，捌伫即个所在来做新学生吼，伫即个所在来帮助过咱教会，所以中间经过20几年，我相信真侪人拢已经无啥熟悉吼。但是圣经公会甲南门教会其实嘛有真诶即个关系伫咧吼。咱前迄个四牧师。是北赞牧师是阮的董事吼，咱现在有一个青年哦，伊安，伊是阮的即个研读本的即个撰写者吼，所以咱有一个真亲密的即个关系伫咧，真欢喜会当今仔搁伫即个所在参加来敬拜上帝。上时咱伫主伫的普世圣经主理的时，常常为着阮来奉献哦，阮献上感谢。但我先将圣经公会的即个宗旨，甲以及咧最新代志，甲咱大家报告一下。咱来看咱的即个奉献底下内底有一张即请安函吼，即请安函内底有讲到圣经公会的宗旨，就是讲让大人负担袂起的介绍，买着看有的即个圣经。负担的英文2字啦，叫 affordable 甲 readable 吼。负担会起的时，就是袂较俗的看有诶时，你着较复杂伫咧吼。咱今仔有即个阮诶同工伫1楼所在，将阮圣经公会所出版诶即个
有关圣经即刊物伫迄个所在，咱也着去甲因知影去甲因交管，着知影讲，今仔阮拢打折伫咧吼。圣经的话袂当打折，但是圣经会使打折啦吼。所以有即个8折伫咧。甲即个我手头这是有关咱，互咱较会当买负担会起的介绍。看有的时阵，你着较复杂一点，包括讲，咱着爱用咱家己的母语来看圣经时，咱会当更较清楚。像讲咱台语咧讲咱，甲阮，即两字咱分会清。伫华语的时叫做我们，伫英文叫做 we， 伊分袂清。即个道理是像讲我咧讲，阮圣经讲话，咱大家兄弟姊妹。一个是有包括大家，有个是无包括大家。即个我们到底是爱用倒一字？我们是咱还是阮的时阵？原住民伊嘛有差别的。所以原住民咧翻译圣经，在看台语圣经，讲即个我们到底是倒一我们吼？所以表示讲用你的母语家己来看圣经，你会当更较清楚。所以伫即顶头我有写着阮的即个要大家人看有的圣经的时内底，包括咱的原住民有16族伫咧，但是只敢若写着10族尔。咱伫其他的即个6族，咱长老会伫遐嘛无教会，显然因这较弱小，真这原住民已经甲别族，但无甲做伙，还是用华语咧礼拜吼。但是佫有台语，佫有客语伫咧，而且咱拢看会着吼。是头一个你咧看有的时阵，用咱家己的母语；第二，你要看有的时阵，你咧看虽然这逐字我拢看有，但是我无一定明白伊的意思伫咧。所以咱圣经讲就感觉有需要写一个即个研读本吼。研读本英文叫做 Study Bible 吼，这英文的你若是写到一本的时阵，这本可能是3500页就已经真够啊，咱可能也无愿意会当安尼炸掉着吼。互你3500页的时内底，你会当解说写这个解说嘛无多，因为圣经本身就真够啊。所以台湾圣经讲话，感觉讲咱来写一个研读本是互伊找有的资料，咱拢会当甲下起哩吼。所以才能讲，我手头摕即本遮尔厚，甲圣经差不多并厚，即本才书读行传啦，634页，所以你会当知影讲，即内底资料非常丰富伫咧。即内底用3本的圣经，一个和合本的修订版，佮一个是现代中文的本，然后下口有足侪说明，也有地图，也有相片，啊，佮有一寡底文，伫遐咧讲到伊的背景等等遮的，就是要互咱会当看有吼。那用到13年、14年的时阵，阮才出版这12本吼。这12本内底包括15卷的即个批信伫咧，有共款的做伙66卷要写做42本吼，一寡共款的合作，像约翰1、2、3书啦，教牧书信着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遮合作的等等遮的吼。以后可能一年差不多会当出1本至2本吼。其实这研读本比即个咱咧翻译圣经搁较难伫咧吼，因为你需要写的物件就是甲过去30年内底。即个伫世界各个学者因伫遐咧研究，因伫遐咧发表的即个伊个作者内底所写的呢，阮会当替你读，然后甲收集伫即个所在吼。毋茫咱会当透过即个研读本会当搁较清楚吼。但圣经讲真需要逐人为着阮来祈祷吼，像讲要写即个物件的时阵，需要一旁人写十几年才写安尼啦，表示讲因伫遐爱用真侪精神着去写吼。然后佫有遮个侪原住民的圣经爱翻译，原住民翻译了时阵，咱知影讲，像讲咱的圣经拢会当卖几啊万本的吼。但是原住民伫去年去年年底拄啊出版即个赛德克的即圣经哦，伊用24年吼翻译即个赛德克的圣经，结果才印500本的尔。达悟族伫即个咱的南语内底吼，迄个引用嘛是10几年，伊翻译新约啦，再印300本。所以你若徛伫即个你做生理的立场，你无可能去做即种代志。用遐尼侪年，结果才为着偌几本尔。但是台湾圣经讲话是一个使命吼，伊是一个用文字咧宣告的事工。阮毋是册北，毋是册商吼，阮是咧宣告，用即圣经的即等等即个文字伫迄个咧宣告吼。所以真需要一个使命，所以真需要咱伫祈祷中间，还是咱实际即经济方面的，当诚做阮的帮衬吼。咱毋茫咱会看即个情安内底会当了解着阮目前咧做甚物吼。阮感谢咱教会会当互我有代表圣经讲话伫即所在报告甲情安。那今仔日除了即报告，伊要含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咱定来要为着要读圣经的时阵，咱是要知影上帝的心意，但是咱常常毋知影上帝的心意到底是安怎。
啊是咱可能碰到即几啊问题者，咱毋知捌为着要明白上帝心意伫遐来烦恼无？因为咱毋知影，也无听得声，也无啥到底是安怎？啊是你捌为着祈祷无得到回应，伫遐咧烦恼无？啊是讲你原本即个代志，敢若是上帝已经决定啊，伊会当改变袂？亲像咱头拄仔看即圣经在是大卫，甲即个拔示巴所生的即个红爷仔，即个囡仔。上帝看做无好，因为因当初是无正常的即关系伫遐来生出来的，所以要互伊来死的时阵，但是咱看见大卫做足侪代志落去，准备毋望讲上帝咱改变心意。上帝原本就是决定伊要死的，那会当改变袂？即嘛是咱直接要来思考一下吼。啊是人对上帝原本的即个决定的时，咱要安怎来回应？咱是安怎来学习即个大卫所做的吼？人若原本，但是人上帝原本的决定来咱改变，安尼即个神敢是神？因为咱定讲咱相信的上帝，伊是一个啥信实的上帝，伊是袂改变的，伊会做即个应允拢一定会实行，会伫迄个所在实现的。安尼，伊若伫遐会改变伊的原来的决定的时，安尼伊敢是即个上帝吼？啊，若毋是，因啥物咱对即个变甲无变，咱有错误会即个了解一个，这是今仔我要跟大家来思考的问题。咱今仔所看即个圣经在是描写着即个大卫当着伊的即个囡仔破当兵的时所做，所以圣经咱大约佮解说一下吼。啊，上帝互即个拔示巴的即个红爷仔伫迄个所在来记着当兵，上帝为着要互即个大卫要为着即个红爷仔伫遐来禁食，倒伫土伊伫迄个。来土地对面来恳求即个上帝吼，大卫啊，伊即个家臣吼，遐个刘成着伫遐来苦劝的时阵，大卫无接受因吼，啊，过了7天，即个红爷仔已经过身去啊吼，啊，逐个即伊的老婆毋敢甲伊讲吼，但是大卫看伊咧起初的时阵，就知影讲啊，即个囡仔已经过身了，所以知影以后，伊就起来。伊伫遐洗身躯、抹油、换衫、敬拜上帝，然后食饭吼。即个罗波袂当明白到底什么原因哦，所以大卫就伫迄个所在来甲因解说吼，讲伊袂当倒转去，袂当红爷袂当来，伊嘛袂当去迄个所在吼，伊以后会去迄个所在，伫遐说明即个原因，互伊知影吼。然后咱看见大卫接受即个。答案了的时阵，即个结果了的时，伊就甲拔示巴去同房吼，然后伊就生一个囡仔，叫做所罗门吼。即个所罗门咱就真清楚伫咧吼。所以对即个今仔日圣经在来看的时，咱通知影讲，即个红爷啊，即囡仔呢，伊的死是上帝原本的决意，甲即个心意哦，伫撒母耳下传12章27节到12章的第14节，拢伫遐有讲着，上帝无欢喜大卫的即个代志吼。所以伫迄个所在要红爷死吼，然后咱讲起大卫为了即代志的时，伊就伫遐做努力。咱为什么要学大卫的即个努力伫咧？因为圣经内底写着有一个人合伫上帝心意，即个人是啥物？即个人是大卫。敢若唯一一个人伫遐写讲伊是合伫上帝心意啊，表示讲伊非常知影上帝心内咧想啥物物件，所以伊拢做出来呢，会当得到主的欢喜。但是咱知影大卫伊的一个真。无好的即个记载伫咧啊，伊甲拔示巴的代志是啊，是一个无应该发生的即个代志。啊，为着即个拔示巴已经伫遐来有心的时阵，伊就惊互伊的先生知影，就派伊到即个战场的上头前、上危险的所在，伫遐互人杀死。所以，我想咱无一个人比即个大卫遐尔啊残忍伫咧。伊伫遐行了奸淫，搁伫遐借刀伫遐杀死人。即个人哪会当真做上帝合上帝心意的人？咱来看的是后壁所发生的代志。伊迄项代志了的时，先知拿单来甲伊讲的时，伊就写了诗篇第51篇。我鼓励咱逐个人转去看诗篇51篇。伊伫遐讲我得罪了上帝啊，因为伊无甲上帝做上帝，伊想讲伊是做王啊，所以伊会当安怎就安怎。但是伊知影即项代志伊毋对，伊毋是为着伊所做的代志伫遐来认罪来，当然为着这个认罪悔改，但是毋对为着这项代志，是为着安怎？为着伊无将上帝来做上帝，已经得罪着上帝啊！一个人来当将上帝心意顺做伊的即个标准的时阵，我相信伊毋敢做任何咱看到无好的代志，顶多会行伫伊所上帝爱伊行的即个路上。
代笔做迄样代志以后，就是安尼。所以咱看见伊伫遐诚做上合上帝心意，所以咱要学伊安怎来做面对这样代志，伊到底安怎做，会当诚对咱的帮助的。咱看见伊得到伊为着要得到上帝怜悯的时，伫遐努力禁食，然后恳求上帝，然后入去到内底的时阵，伫遐倒伫地面上7天吼。啊，这代表什么意思？伫咧？啊，咱若家己当着一寡困难的时阵，当着一寡想要甲咱的意思无啥共，咱真意爱伊当转变的时，咱啥物事使往参像伊安尼就做，安尼是代表什么意思？禁食就是代表讲，伊甲这项代志尊做非常的重要，伊会较无甲伊重要是，伊形容要互咱维持会当咱身躯肉体伫遐来长大，即食的物件先等伫边啊。我为着这项代志，先莫食，要求上帝来会当成全这个代志的时，表示伊会较无伊的即个迫切，甲伊的即个重要性伫咧。然后看见伊伫遐恳求上帝，伊毋是去救人，代表是一个王咧，伊会使救伊的意义，迄个全国内底上界技术上好的即个医生来看即个红婴仔，伊无伊伫遐等于救上帝，伊是救上帝，毋是救人。入去到内心的时是啊，是代表倒伫像代表伊的敬虔，伊的谦卑。一个王会当安尼来做神，表示讲伊已经放弃伊做王的即种地位。伊到伫上帝面前的时，伊只不过一个是受造就的一个人尔了，所以伊来安尼来做。但是咱看见讲，既然伊知影，代表知影讲伊无办法，伊看见囡仔已经死啊，所以伊知影这项代志已经决定了的时阵，咱看见。上帝无改变伊的心，代表知影伊无上帝无改变伊的心，伊做甚物，伊就伫遐来顺服吼。伊就伫迄个所在来顺服，顺服了时，咱看，歹势咱伊伫迄个所在，伊知影讲即上帝无改变伊的心意，伊就起来，然后伊就知影讲接受上帝即决定，伊就起来，伊伫遐来洗身躯，伫遐来抹油，伫遐来换衫，然后去敬拜上帝。然后去食饭，这代表什么意思？伊代表讲伊起来时就是不再伫遐沉沦，还是不再去坚持。伊原来求的是安尼，上帝你本来无照安尼行，伊伫迄所咱人真侪常常会安尼，伫遐坚持讲无，上帝你一定爱安怎？我着硬望是安怎？无，伊伫迄所在不再沉沦咯，伫迄所在伊就不再坚持，伊就起来爱有即个行动者，即行动是安怎？要甲以前无共款啦。7天内底，倒伫涂骹，迄十日是真无好势，真无情的时，伊起来开始换衫、洗身躯、换衫、抹油的时，然后要改变甲以前无共款的咧。然后伊就去敬拜上帝，用一个全新的一个人去到伫上帝面前，祈求上帝的即个怜悯，甲即个旨意伫咧。食饭时安怎，搁伫遐重新得到开来新的即个开始。这是咱伫迄个所在爱来学习的。咱当着一寡。无一寡情形的时，咱嘛永远会当用安尼的情形来去。但是安尼到底上帝有改变无改变的时，咱要过来学习讲有甲无是安怎？咱看见上帝代表伊顺服伫上帝即个决定的时，伊伫迄个所在，咱看见上帝祝福伫伊的心中。伊祝福伫代表，互伊甲拔示巴伫遐来同房的时，佫生一个叫所罗门。所罗门是上帝所欢喜的，上帝佫甲伊赐一个名叫做耶底底亚吼。这是咱看见今仔日即个圣经所记载，所以咱真意爱要知影上帝心意的时，到底是咱来顺服，还是咱来伫迄所在改变，还是咱来伫迄所在争取个上帝伊让改变时？我相信咱所面对的问题是头一个是等于讲，咱毋知影发生的代志到底是上帝旨意，还是只不过伊允准伊发生若定。咱看见咱世界有真侪真无好的代志发生的时阵，有人甚至踮咧911伫美国发生的代志时，足侪因拢甲号称是即基督徒的国家，所以真侪人就出来讲，为什么上帝要有即种邪恶的代志伫遐来发生，伫遐来责备，还是伫遐来发问上帝？是上帝互伊的代志发生呢，还是干那上帝允准伊发生？咱毋通袂记咧讲，上帝创造人以后，伊互咱一个上介好的礼物，就是自由意志。人会当家己决定买还是卖。毋是参像动物，还是讲参像机器人？上帝爱你安怎，你就安怎。无，上帝创造一个人是照着伊的形象来创造，互伊会当有自由意志的，你会当家己决定。所以颠倒是咱的决定的中间造成这项代志。上帝允准伊发生，毋是上帝互伊来发生的吼。
这是咱来头一了解，咱发生的代志到底是上帝伫迄所在的旨意，像是讲大比所当着这样的，还是只不过是上帝允准伊来发生。第二，咱来了解就是讲上帝是要求上帝来怜悯来改变，还是要顺服？这是咱常常当着要明白上帝心意，以及咱后壁要安怎行的时，当着这两个问题伫咧吼。咱来面对安怎来面对发生伫咱身上的即个意见前，查验上帝的旨意是咱的旨意，这是非常重要。咱基督徒要查验到底是上帝旨意，还是咱的旨意时，咱通常方法就是咱有祈祷，咱来读圣经，咱会当请教咱的属灵的即个长辈，会当甲牧师来讨论，还是甲咱中职等等遮来讨论的时，咱有心要安尼做，因为祈祷是直接甲上帝伫迄个时代来沟通，互伊知影上帝我的心意到底是安怎是。读圣经是毋茫当对圣经中间，说不定会当得到上帝一个回应，因为圣经互咱知影，还是请教属灵的长辈的时阵，可能伊会互咱一个建议，即个敢若就是的款。那安尼的时阵，咱会知影讲，咱做这样代志，应该咱有一个真超然的态度伫咧，真超然的心态伫咧。我毋是要找甲我本来咧想的答案伫咧。伫迄内底得到答案，你讲安尼我就真安心啊。啊是你是完全拢放空，然后你为真谦卑伫迄所在，要来得到讲到底上帝的旨意是甚物？咱常常是毋茫会当安尼做，但是咱人嘛常常会当无一定照安尼来行。像讲有一个，即一个笑话咧讲一个青年，伊即摆咧找工课的时阵，伊讲我即摆煞落到底要安怎来行去？伊甲这圣经准做是即个跋杯咧用的吼。坎咧开去，看到底是啥物？头一个开起来讲马太福音27章第5节，就讲犹大就离开去吊死。讲这绝对毋是我的，合起来搁显贵，显贵伫路加福音第10章37节，也讲耶稣甲伊讲，你去照安尼去做。即嘛毋是啊，这个合起来，搁开起来看是约翰福音13章27节，耶稣甲犹大讲，你要想要做，赶紧去做。你若甲上帝，你若甲圣经准在你跋杯咧用的，你常常去当着即种真莫名其妙的，你嘛知影这绝对毋是的。无，咱要存着一个真超然的态度，放空咱的心思，然后从谦卑的心到伫上帝面前，提来问这个代志时，咱应该就会当得到即个会当较知影即个答案到底是啥，然后咱就将确定以后，将咱的祈祷向上帝来讲，来祈求上帝当赐福，会当来掌管甲带领。安尼啥物就无代志啊？无，常常咱嘛阁当着一寡即个阻碍甲征战伫咧，甚至有咱看这无好代志来发生。我相信你若向迄个头一摆拄仔要领洗礼的人，你若请伊还没讲，请伊做见证，才伊常常会当着这样代志。明仔载就要问道理啊，偏偏就当着破病啊，是啥物件？还伊都袂当来共款安尼，毋然安尼无阁有其他种种的种主动共款，所以毋是讲咱心意想要来敬拜上帝，咱就已经拢无代志啊。常常你去当着一寡阻碍咧，即个阻碍咱拢无办法去明白到底伊为甚物安尼伫咧吼。咱无一定明白上帝的即个原因吼，但是咱知影一切拢伫上帝掌管内面，咱佫拄啊祈祷已经佫求主来掌管啊。为甚物佫会当着遮情形？我想问题就是大概是安尼，头前就是讲咱对即个代志有超然的态度无？是咱家己敢咧找着毋茫甲咱共款的即个想法的迄个答案啊，还是安怎？咱若伫这过程中间有一直咧倚靠着上帝无？还是讲伫过程中间，咱其实是需要改变咱原来的想法，还是修正？还是因为咱明白上帝心意来改变的，毋是去用被迫妥協伫遐来改变的吼。有一个牧师，伊伫即个传道煞的时阵，伊有牧师资格。伊本来是伫客家的教会伫遐咧服侍。伊就想讲，因为客家教会拢较弱小吼，所以伊就想讲，安尼阮要来即个讲其他的即种边地的即种教会伫咧，伊就开始一个去问伊的同学，讲我的情形是安怎？你感觉我应该去倒位较好？佮留伫客家较好，还是去比边地的所在？伊的答案已经伫伊的心内，就是要去边地啦吼。加听较侪即个
共款的即个声一个，哦，一个问，大家同拢爱讲共款，哦，伊种非常欢喜，就是讲大家就是要去啊。最后去问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即个为加拿大的一个宣教师，伊是麦牧师吼，伊即摆目前阁是伫圣经公会伫遐咧翻译即个圣经的吼，咧帮助原住民咧翻译圣经。伊伫迄个所在问即个麦牧师讲：你感觉我应该安怎？迄个麦牧师就讲：我毋知影上帝爱你安怎。但是我知影我家己，我为加拿大远远到伫台湾，我也毋知影你毋知影要甲我派去倒尾啊？你甲我派去即个客家的一字都袂晓，开始伫遐用1年的时间去学客话，即马客话溜叫伊咧，咱的圣经客话翻译，圣经是伊咧翻的呢。伫遐录音的是嘛伊咧录音的，表示讲伊的客话非常的好着。因为我毋知影你要安怎，但是我知影上帝爱将为加拿大派我到伫台湾来吼，就是要伫客家来做。已经安排好啊，所以我会遮尔努力做这代志。哇！这个传道师听了以后讲啊，安尼我免去问别人啊。上帝已经照着你的嘴，伫遐甲我讲，我爱安怎做，尾仔伊就留落来伫客家的所在吼来做。我相信伊本来是要得到一个答案，是会当甲伊想的话共款，所以伊就真欢喜的。但是尾仔听伊一个无共款的时，伊用一个真超然的态度来想的是，为什么即个宣教师为远远到伫台湾来是要会当做我家己伫即个所在，我哪会颠倒去离开去？所以伊伫遐改变讲，是伊无搁伫迄个所在要搁问啊，种留落来啊。当然，即摆伊无一定离客家，伊搁已经搁到离边地，但是迄阵当初需要时，伊是安尼来用即个方法来得到答案的。若是以上这个问题吼，拢是正确的时阵吼，咱应该坚定不移吼，伫迄个尽咱的本分吼。上帝一定要看顾甲带领，为影这中间毋是遐尔简单，会非常的顺利。咱若看去约瑟的故事就知影，约瑟的故事中间一步一步咧行，你看伊拢做对的代志哦。但是伫遐拢受着迫害，关监啦，还是啥物啊？你叫因兄弟安怎等等遮个。但是你若看迄段记载，讲到约瑟的时，拢有讲到一句啊，伊无离开上帝，甲上帝一直。倚靠着上帝，然后上帝就透过伊，互规个以色列族伫遐来得到拯救着。所以咱要看的是即个背后壁的即个结果到底是安怎吼？咱来看，上帝伊会改变伊原来的决定袂？圣经中间的记载内时有讲到上帝毋知啥会改变伊原来的决定。头前记载伫即个希西家王的代志吼，伫列王记下段20章的所在，伫遐讲伊。希西家王伊破病，伊的迄阵的先知就是以赛亚，就起来讲啊啦，耶和华安尼讲，你着爱设法你的家事，因为你得要死，袂活。哦，这是非常确定的哦，你得要死啊，袂活，你得去准备你的即个家事的写遗嘱还是等等遮个。当希西家王听到这了后，伊就面向即个墙伫迄个所在壁，伫遐祈祷讲。耶和华上帝啊，求你纪念我伫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照诚实来行，搁做你所看做好的。了时就伫遐大声喊，伊讲你我伫你面前存安怎完全的心，照诚实来行，搁做你看做好的。然后迄个以赛亚讲煞行到伊的即园内底，还袂出到外口时，上帝声搁到伫伊面。甲以赛亚讲，你倒转去甲希西家讲，希西家王讲，我要互伊搁活15年。这记载咱列王记的这下卷20章，你会当去看伊个记载者。上帝改变原来的心意，有伊看见人安怎做的时阵，伊就伫遐怜悯的心，就伫遐来改变。因为希西家伊甲讲安尼啊，我存完全的心，照诚实来行，搁做你看做好的。我相信伊面对上帝讲这个话，绝对是真诶安尼咧做。上帝就伫迄个所在怜悯伊啊。咱看第2个时，咱看见尼尼米城诶时，伊记载伫即个约拿第4章诶所在，伫遐讲起讲，当即个约拿去甲伊讲，宣布讲，偌济工以后，你这尼尼微城要伫迄所在就灭掉诶时阵，伫遐记载讲。第3章第5到第10节讲，尼尼米城信上帝就宣布禁食，对大到细汉穿麻纱吼，穿麻纱，然后这个消息传到尼尼米城
王的即个耳孔的时阵，伊就对座位落来，伫遐脱伊的即个礼服，佮穿麻，然后即个坐伫喜夫的中间。要命令这所有城内底人甲精生、牛群、羊群，拢毋通食，毋通啉水，连试看嘛毋通。人甲精生哦，拢伫迄所在穿麻，然后伫迄大声求上帝。逐人嘛离开伊的歹路，甲伊手所做即个强暴的即个代志，也上帝做回应啊！因伫遐讲，我安尼做是检采上帝回心转意。挽回伊的大受气，就咱无受灭亡。第3章第10讲，上帝对安尼，上帝看因的行罪，有离开因的歹路，上帝就退回伊所讲要降灾伫因的即个灾祸，也无降落。上帝看见这个人，因遐所做的已经离开歹，佮伫遐准备要行好，要求上帝怜悯的时，上帝伫迄个所在。就回心转意，无要甲灭掉去。上帝改变伊原来的决定，有伫你遮嘛看见即个所在有即个决定伫咧。第三，咱看见以色列民族，伊伫出埃及记写的时，几啊十摆咧，踮咪背个上帝，去拜偶像，还是创啥物？然后上帝就刑罚到的时阵，伊就伫迄所认知，就悔改，然后上帝就下命令，佮无偌久，就佮伫迄所在，佮背个上帝，等等遮几啊摆伫迄所在。伫遐咧转倒，安尼一直倒转来，上帝改变原来心意。若照上帝原来心意，是讲要甲伊全族拢灭掉去。伫迄所在，摩西为着因伫遐来祈求，上帝就无安尼做。上帝改变伊原来心意，但是上帝嘛有无改变伊原来决定啊？咱看见今仔日大卫甲拔示巴即个记载，因就是安尼。第二，咱看见大卫，伊要伫遐来望当建立即个圣殿。伊讲我住伫圣殿，我住伫皇宫内底，但是耶和华上帝即个约柜，竟然是一个会幕，用迄个布安尼创起来，所以伊就要望起一个圣殿的时，上帝无答应伊。上帝讲你的手抹真侪人会废伫咧。所以伫迄所在无将即个空价交所罗门王伫迄个所在来做，上帝无答应伊原来即个决定。像耶稣定12个时记载伫马太福音26章的时，遐嘛是共款讲的。耶稣真毋茫讲即个毋通临到伫个身上伫，但是安怎上帝无答应啊？上帝话吼，即样代志伫遐来成就。咱看见当着种情的时阵，到底要安怎？咱知影是还是毋是时，咱有安怎要安怎祈祷较好？咱耶稣所做的即个，伊爱安怎祈祷，因其实是互咱上界好的即个模范伫咧吼。伫即个马太福音26章39节讲，我的爸啊，若会当求你，互我免啉即个杯，毋过毋是照我的意思，就照你的旨意实现。我真无爱这样代志发生伫我身上，但是照着主你的旨意来行吼。还是伫26章的24节嘛是讲，搁讲一摆。我的爸啊，即个杯若袂当免，我一定着啉，愿你的旨意实现。这是非常将上帝即个意思诚做咱人应该去做代志。虽然我真无意爱，但是我真毋望，互上帝你的旨意会当实现。我相信咱若当着真侪这代志的时，咱伫咧祈祷中间，咱会使用耶稣即个模范，诚做咱将咱的艰苦，咱的毋望。咱会当互上帝明白，然后，但是我这主权交代伫上帝你的手中。上帝，你若愿意，你就来改变伊；若无，我就愿意照着你的旨意，会当来实现去。安尼的时，咱就当着一项代志。上帝有决定，伊的决定会当改变，甲无改变的时阵，安尼即个会改变的即个上帝，即个敢是上帝？求改变会当改变原来决定的即个神，是毋是咱所爱相信的迄个上帝？啊，是咱对上帝即个改变无改变，咱有即个错误的解决，就是咱对上帝误解伫咧。上帝不变到底是甚物？原来上帝不变的是咧讲到伊的本性，毋是伊的决定。伊的本性是甚物？伊的本性是讲公义啦、公平啦、怜悯啦、疼啦、圣洁、信实啦、宽容，这拢是圣经。若有人做甲你整理起来时，写咧上帝本性时，你看到100几个伫咧。迄是伊上帝是疼啦，啥物等等遐拢会写出来者。咱若看认真看这本性时，
咱会发现着有几下有两个是互相冲突伫咧，像讲公义甲怜悯甲疼。公义是你若有做毋对，我一定要甲你处罚。你若疼甲怜悯的是你做毋对，我依然要原谅你，我无爱甲你处罚。这两个是一个两个对比的这种本性，到底要安怎来实现？咱人来做时，咱可能挖一边，可能挖这边，这边较多一点嘛，这边较少一点。但是上帝爱会当，伊本身就是一个公义的，本身是怜悯的，伊免来做这样代志。其实上帝伊有真好的有一个真好的例互咱看吼。咱人拢犯了罪，所以应该受刑罚。但是安尼上帝疼咱人，所以差遣伊独生囝耶稣为着咱来定实一个赎罪。所以咱看伊讲一个是上帝已经实行伊的公义，因为人爱受着刑罚，但是耶稣代替咱的罪啊。一方面看到伊的怜悯，就是上帝疼世间人，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互咱。所以咱来感谢上帝即个原来有决定的，会改变啊，未改变，咱来感谢上帝伊的决定会当改变。伊的改变是因为咱人若向好的方面的即种改变时，伊就愿意伫遐来改变伊原来的决定，互人有更加好的即个结果伫咧。即咱是咱一定爱来为着即个感谢。若无照伫圣经来讲，是上帝真侪摆为着人的背逆，伫迄个所在真受气的时阵，要甲即规族拢灭掉的时阵，但是因为人伫迄个所在来认真悔改，搁伫遐向好的所在行，是上帝就伫遐来改变咱的即个伊的即个决定伫。所以要安怎来明白上帝的心意，然后搁会当做出上帝所欢喜的。然后决定我到底是爱改，还是我到底爱顺服，这是咱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哩。所以咱若会当我搁甲上帝哪亲近，咱就会当哪明白伊的心意哩。要安怎会当甲上帝哪我近呢？像我祈祷、读圣经、灵修、默想，还是即个聚会分享、感恩等等遮个，拢总会当互你甲上帝搁较来亲近哩。祈祷是咱人甲上帝中间的一个。会通的即个路，咱本来是被造人的，上帝是造咱的人，应该是袂当通的，但是透过耶稣基督咱会当通的，这是何等的即种通欢喜，以及咱的即种真好的即个赏赐伫咱中间，你着透过祈祷，甲上帝，互上帝知影上时甲上帝有一个联系伫咧。读圣经嘛是共款，将上帝言语中间，你会当明白哩。等等遮个拢总会当互你甲上帝搁较来亲近哩。但是咱祈祷中间犹原还是，但也无一定会当得到咱的答案伫个。咱来知，毋是上帝无咧听，真可能是上帝按咱顺服，像是代笔共款，还是咱来顺服接受，还是咱爱伫迄所在来改变。咱若改变时，则通互上帝会当改变伊原来即个决定。爱注意是永远拢是上帝咧等人，毋是人咧等上帝。所以毋能够讲起，为什么上帝无听我的祈祷？为什么上帝安怎？上帝咧等咱，你是顺服接受，还是你爱做某种的即种改变？向善的即种改变伫，上帝就通来改变伊的即个改变伫咧吼。无论伫任何情形下边，咱拢会当尽力努力，用合理上帝心意的方式来祈祷，来毋望上帝让怜悯来改变现状，即个毋望上帝怜悯会当来改变即个现状伫咧吼。当咱人若尽了咱若努力，咱上帝要因为伊不变的即种本性来回应咱，咱就应该爱顺服来接受。不管伊是安物合伫咱的意志咧，毋望上帝掌管伫咱的生命中间，咱常常真侪代志，咱真需要去明白上帝心意是啥，直到咱真需要伫迄所来改变，咱会当继续来挖过上帝，一直要束缚。古一个例参讲，咱最近已经年外，咱当着即武汉因为 COVID-19 的即代志时，上帝互一个咱目睭看袂到的物件，互咱世界规个变。遮年啊，前个已经有超200万人伫迄因为安尼丧失性命，有9200几万人已经确诊啊，真紧就马上1亿啊！那1亿的时阵，就占着咱世界人免100人内底就一个啊，就差不多71分之一的人伫咧。到底上帝有这样代志发生，允准伊伫迄个所在来发生，
是爱咱学习的是啥物？是倒转来将咱的主权交上，咱无遐尼厉害啊！咱想要来研究即个独立的，啊，即个独立咱害别人啥是？敢有影遐尼简单？啊，是你无好好照顾，啊，是你无诚实伫迄个所在，紧甲大家讲伊，咱就发觉即个代志伫迄个所在袂当收山共款。上帝要互咱学习到底是啥物？除了这以外，是我相信咱的整个生活嘛已经改变真侪伫咧。真侪人因为即个伊若甲旅行伊啊有关系，啊无办法无咧旅游，所以渐渐有几个公司就关起，啊是缩小因。啊，咱的员工是咱是伊的员工，是咱要安怎？啊是像讲，阮圣经公会当着安尼时，阮有开一寡只讲座，有几只全是音乐是要安怎？阮就渐渐伫个开始开放做直播，啊甲现场就一定爱照咱规定爱喙暗啦，爱外远啦，啥物嘢？但是直播的人就追起来，颠倒比阮以前爱现场来上课人搁较侪，因为伊会使伫远的所在，伊免搁走到遮来，所以逐位拢会当来参加，搁互伊3工会当伫个所在搁倒转来看伊，人增加些，这是种必须要有一种改变的是。上帝互发代志允许伊发生，是爱咱去学到什么功课。毋望咱会当透过恳求天父上帝，显示咱有属灵的智慧，会当更较明白上帝或这世界所发生的代志，伊的心意是什么？爱咱学到功课是什么？再当诚做咱所有人的这个帮助。愿上帝赐福伫咱每一个人心里，当咱所面对的拢是无共款情的时，你会当对所面对的这个代志内底，得到你的帮助，你会做某种的改变，还是某种的顺服，上帝就要赐福伫咱的心中。啊，咱南门教会伫这所在，诚做社区会一种赐福伫伊，这嘛是咱逐人会当努力，因为咱嘛为着安尼有做种种的改变时，就要诚做咱上帝赐福伫咱教会的一种帮助吼。毋望遮拢诚做咱会当来思考问题，咱同心来祈祷。主要听大爸爸上帝，阮感谢，阮透过发生伫台北心中的时阵，伊安怎伫遐来真毋望所做会当得到上帝怜悯伫迄个所在改变，然后伊看伊袂当改变时，伊就伫迄个所在来顺服。阮伫阮的人生生活中间，阮常常嘛会当着即种需要伫迄个所在来知，阮爱安怎来顺服，还是安怎来改变时，求主你显示阮有属灵的智慧，开阮的心门，阮透过阮属灵同伴的即种帮助，互相勉励，还是经过即读圣经祈祷等等遮个，拢要诚做阮明白上帝心意的帮助，就阮会当愈来愈合伫上帝心意。求主你帮助，求主你带领，也求主你赐福。我来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真多谢题目师的讲道，请咱来吟圣诗第373首《救主耶稣我入志》，请起立。我
遐济奉献，咱请杨明章执事、张慧仪执事。起立手奉献的诗歌。遮济报告教会消息，第一欢迎大家来敬拜。今仔日是普世圣经主日，欢迎圣经公会总干事陈正立牧师前来本道正道请安。请咱大家搁较珍惜以爱上帝话语为着圣经公会奉献。圣经公会今仔日伫咱的1楼有摆这个册摊来卖属灵的册，请咱来参观来购买礼拜后，咱请大家留来交易。第二，相连团契，今仔礼拜后伫地下室要举行1月份例会，由区美英姊妹来分享常想1、2，请相连团契的兄弟留来参加。第三，个别礼拜，明仔载1月18上午10点半。咱要伫第2殡仪馆的至真礼厅举行刘千卓兄的告别火化礼拜，细节要伫下晡3点安葬伫金山平安园，请兄弟特别为遗族代祷，愿上帝安慰夫妻。第4，过节查销，财务组2020年度下半年查销，请各团契过节，今日中午前将咱的少部交入办公室。第5，倒球请咱大家一齐来运动。周间6楼咱有一个乒乓桌请欢迎兄弟来教会拍乒乓。第6，周报学定本，咱兄弟若有收集周报的习惯，请将咱规年的周报收集好，送入办公室，咱要免费为你装订特别周报第1页会记写你的姓名，1月30日截止。第7，后会手册。咱本会要伫2月7日礼拜举行定期年度会员会议，为了编这个会手册，请各团契各组将报告资料交办公室，今仔日前请来交过来为了更新咱教会的通讯录，请兄弟有用伫1楼咱迄个所在校对咱的资料然后修改也是较严会去打勾。第8，方便班的料理伫2021年春季班要开课，上课时间是下晡拜六下晡2点5点，有定上课的日期甲课程有即几2月19、3月13、3月27、4月70、5月7、5月29内容请上咱来看，费用1500块，6人就开班12人也满，请黄干事来报名。第9，咱幼儿园已经完成咱的户外活动迄个所在有也甲做一个遮阳的玻璃棚的工程，
天气好的时阵，咱兄弟会当利用个所在来聊天交易。教界消息，台北中会伫顶礼拜2个2月顺日有选出70届干部啦吼。咱本堂的王丽卿接任北中纪律部部长吼，张牧师要选为中会长老，请为着台北中会代祷。代祷事项请为着咱世间人会当更加了解上帝话语的宝贵。欢喜来读圣经，并着为着圣经公会的事工代祷。咱即个过来本周的美国第46总统带动因的交接，会当然顺利美国政权的拢稳定，也是美国对台湾的政策，请来代祷。疫情还佫真严重，咱青年学生要开始放寒假，请为着寒假中各种大型活动安全来祈祷代祷。请丁牧师来补充。我先代表教会多谢咱圣言公会总干事陈牧师今日带来真好的信息，咱拢毋茫搁较了解上帝旨意。要了解上帝旨意，咱会通家己读圣经会通得到搁较多，知影上帝不变的本性，甲伊可能会当改变伫咱的生命中伊的决定。真多谢陈牧师伊今仔日的勉励，咱大家较认真来读圣经伫今年。来介绍陈牧师娘，毋知有伫遮无？陈牧师娘，咱欢迎陈牧师娘甲圣言公会，还佫有几个同工因伫楼骹咱来欢迎伊拜托咱大家去会通伫圣言公会来支持你有12本的即个研读本即个送互咱教会咱家己再去买啦即拢2000外箍，但是今日才卖1800箍啦，7折多望咱当把握即个机会因即摆咧做研读本study Bible 咱若对旧约较无了解。读即个，也是讲使徒行传有足侪遮资料，咱读家己会真了解所以因即摆出到12本，恁拢要出40几本嘛42遐佫几啊年才有法度完成即摆已经完成有12本咱会通去看卖者多谢。咱来行平安礼，圣诗524首，咱拢诚做一家人。
来吟上行394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了，请题目师祝祷。愿天父上帝所享受真正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疼痛甲怜悯，圣神的安慰甲帮助，常常甲恁众人地，对即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电话后闭会。